来看下伫南投的消息，南投国姓乡北山国小建校已经100年，为了庆祝学校的生日，明年1月7日，北山国小将会举办校庆活动。这个伫活动进前，全校师生会特别举办一寡游街活动，大家班级拢用心打扮，属于家己的特色的服装，并且去这北山村呢，一间一间邀请父母乡亲甲校友参加母校100年校庆。 北山国小已经100多岁啊！校长陈桂珍下早带队来到地方信用中心南天宫拜拜，祈求111年的100年校庆活动平安顺遂。邀请所有的校友回娘家，也希望所有的居民跟我们一起来参与100周年校庆活动。 北山国小建校100年真无简单，全校的老师学生用心打扮，来到北山村的市区，邀请每一岁乡亲和校友参加校庆。北山国小毕业的非常欢喜哈，这100周年非常的难得。学校100年校庆，老师和学生准备真侪节目，有在个成果发表和老相片展览。 学校用办喜事心情，邀请乡亲、家长、校友做伙来参加这摆热烈的活动，非常的精彩。好，期待大家一起回来参加我们的校庆活动。